中航升息了后，即马4月份嘛要来起电钱，就连今年的7月，这囤房税2.0嘛要来实施。真侪专家甲学者拢认为讲，这厝头家上紧伫今年下半冬就会来起厝税，大概是会起10%至15%左右，也就是讲一寡少年厝卡这生活负担会变搁较重担。 为合这国内通膨，央行10时宣布升利息半码，不过国内对物价通膨有其心理，算是无法度打动啊。加上4月电费钱要起，物价恐惊对得起。本来一天大概200块就可以解决，但是便当啊，然后食衣住行啊，好像也是多了将近快100哦。每个月其实生活都已经打平了，对啊。那如果又涨了这些房租，其实还蛮不好过的。 专家认为，厝厝拢会超额反映起价成本。那用央行升利息半倍来讲，那厝厝贷款1000万，贷款30年，每个月本息的负担会增加630块。这时阵厝厝可能会起1000块来进行。厝厝不止贷款利率变贵，加上电费钱起价，7月初1就要开始的囤房税2.0，明年5月就要扣税，可能会将成本转互厝卡。 所谓的低总价的租金，在过去的这几波的反应来说的话，一般都会超过1成。那这一次包括了税费跟升息，我们会认为可能反映的部分会来得更多。通膨的预期呢已经形成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连迟钝的房东都会开始呢在调涨他的租金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对于这种租屋族来讲，他的压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。4月起电价有城体住户5房政府应补贴水电费，不过台北市都发局回应，城体厝税计数已经是补贴了后计数，这摆电费调整是全国性，是毋是补贴爱为整体政策爱全面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